会使讲是咱台湾的 LV 啦。啊，家子原本是虾米？家己哇，做茶啊，做落啊，做茶啊，做茶啊，做茶啊的塑胶材料。不是 B 就是 C 啦。竟然我一个答案，你来讨论一下，来，你敢不敢？要吗？虾米？无咱就决定 C 啦，编辑的手路啊，错啊，家己茶啊，哎，错啊，我感觉是 B 呢。 B 哦，你唔感觉 B？哎，好啦。好，好，我的答案是答案是 B。来，机会过来啊！编织的手路，因为迄个家己底下是用编的，哦，好编出来的袋子嘛。是所以是编织的手路，好，确定哦。我确定。迄个虽然讲家己底下就是利便的啦，啊，不过迄个方便，咱日语叫做便利，便利所以咱嘛是有借来咱的语言啦，吼。啊，过来是伊编辑的手法，啊，伊的音叫做卡基阿米。哦，伊的卡基阿米，所以家己听起来就足像的。虾米？啊，毋过古早伊这是一个手法尔，毋过咱以前无即款塑，这是较现代化的物件。啊，伫以前，咱台湾足有名会当做编辑的，你敢知影是啥物？就是迄个做，好啊，令对，迄叫做会当叫做灵草，灵草啊，人迄个音发灵草啊、灵草拢有，啊，就是咱大家遐嘛足做济草的啊啊，毋过这古早开始是台南开始编的，所以咱以前的名毋是叫家己茶啊，叫做草茶啊，草茶茶啊，所以讲啊，灌一卡草茶啊去买菜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啊是讲灌一个草茶啊去兑安尼。